后来继续来看高雄市的警察局长刘碧良就任3个月以来，真拼死咧整顿治安，但是也是发生10外件治安的事件。昨暝又过一件，这个任务的警方咧追捕一个开枪偷笑的嫌犯的时阵，出动着大批警力，30个警察围伫个嫌犯的门骹口。嫌犯可能因为安尼起惊，知影家己走无路了，怎啊家己举枪来自杀。 伫个21号暗时9点外，高雄的10外名警员冲入凤山的这条巷仔底，要包围这间民家厝。突然间，自2楼传出枪声，警员冲入去看的时阵，发现嫌犯已经向家己开枪了。太阳穴这边有这个枪伤，119的救护车赶快送往医院急救。这名受重伤的姓黄的嫌犯，原来伫1礼拜之前带着手下去矫情找人讨4000块的小物，搁向被害人开枪。高雄警方马上启动专案追查。我们现在是在派员全日24小时的戒护，等到他可以出院后，会立即解送。高雄的警察局局长刘碧良上任甲打3个月，就发生10外件的治安事件，有地行向重点，有人伫个舞厅头前破肚，所以即马警方特别重视这件枪击案。我们会采用优势警力来部署，主要也是考量到避免伤及无辜民众以及我们同仁执勤同仁的安全。治安的事件不断，这互高雄警方提高警觉，就惊治安会再出现大问题。